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顶礼拜六，两届委员会来决定，加两届暂时来冻起。讲之所以会决定要来冻起，是因为农委会有来插手，这是互真侪两商真不满。两商工会代表甚至来呛讲，农委会若阁阻挡着两届来调起，无排除要无限期来休市，而且两商工会嘛无爱阁来报价，要互两届回到自由买卖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回应讲，这个鸡卵的产销并无批发市场，所以休市是假议题。讲3月底进前有700万粒的进口卵会运到台湾，到时阵应该会当小可来改善着欠卵的状况。总算等到鸡卵种会，两日头前，民众为大门口排到楼梯口，全部拢是为着买卵。有人一早啊就来到现场等，因为那是上晚来就脑出咯。9点多，半个钟头，我就打电话先呢。他现在是只能买1盒吗？对啊，他这个固定礼拜一才有来的。鸡卵市场搁一摆表买卵的人变多，全部拢是因为有卵商讲未搁提供报盘的技术。农委会的说法是关心了，再等一个礼拜看这个礼拜进口蛋发配的怎么样，再做打算。陈进丁讲，18号委员会讨论绩效，真侪人拢希望会当搁调起3-5块。不过听讲农委会会透过市价协会团队，希望等进口卵到台湾，观察鸡卵市场的状况，后礼拜才搁来决定绩效要如何调整。希望绩效暂时卖起价，才有真侪卵商、卵农认为不合理，讲要来抵制。那天的共识是，各蛋商工会代表、跟养鸡协会、跟整鸡蛋合作社的代表都有签名联署，说不排除休市期啊。当然是干扰这个产销市期的，因为现在黑市价格那么乱。休市是一个假议题，它不像我们的肉品的批发市场，所以它每天都有在交易。3月底前绝对会超过700万颗，4月会更多。唔过来看，即马欠卵情形，一天就需要500万粒，700万根本无够。农委会虽然无申请介入两届讨论，强调尊重市场机制，不过民众买无卵嘛是事实。未来两届敢会阁继续变贵，或者是免怎阁做调度？农委会即马嘛是真着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